哎呀，各位聽眾，可能人來收聽，邊個學嘅嘅節目？這禮拜咧，禮拜冇你個困醒，聲真係 sexy。然後特別我人有請到這個禮拜嘅真正特別嘅嘉賓，等陣未開始以前要甲你人講，我是到底邊個出世，特別是我嘅爸是客人，我嘅媽是潮州人。特別我細漢到大漢，就是跟人講福建話，到厝本講福建話，出去甲朋友尋朋友本講福建話。即係一個禮拜，我哋特別嘉賓咧，較無像安尼，唔知做咩事，伊會想要學福建話咧，就是我嘅特別嘉賓，就是我人誒阿毛歡迎。大家好，歡迎，你嚟 OK 頭尾期，你唔是頭一擺，你頂到來參加過我哋邊咧學緊做節目啊嘛。特別我問你嘅嚇，就是講，安怎你奇怪你蝦米你嘅歷史是安怎做咩事做？甲你當今未來學福建話呢？未看你，你是到底出世今年幾歲啊？蝦米物件講互人聽看阿家。我30個歲啊。我講我應該講我是甘榜仔啦，甘榜仔哦，甘榜仔啦，我細漢嘅時住喺紐西蘭嘅真正細。紐西蘭福建話怎講啊？哎呀，我講我聽過女人講古西蘭，古西蘭，應該我找過啊。即個字典內面，伊講 New 啊，係咩？New 西蘭啊，特別台灣本部可能啊，特別紐西蘭。哦，我唔捌聽過人安尼款講啦。紐是 OK， 新西蘭。新西蘭本有啊，啲 M 位啊，個有人講新西蘭嘛。哦，新西蘭 ，OK， 嚇了，你到新西蘭出世？對，啲嗰邊我講鄧人安尼做啊，啲嗰啲甘榜有即個啊，即個鄧人啊，伊當時。特別無人甲我講伊是鄧人啊，所以我唔知。特別你未OK。我看到伊人，我就笑講伊人看起來是安尼。無像。看伊人是鄧，是安尼款啦。你細漢都有捌伊人嘅嚇，除了甘榜南有等啦。OK。了。我大漢了，我去英國啊，嗰陣時去英國，我就是看到我去嗰邊嘅 Chinatown 啊，London 嘅 Chinatown 啊，看到真正濟鄧人字啊，係咪？我嗰陣時我就愛知嗰啲鄧人字嘅意思是係咪？哦。你去即個英國讀冊啊，還是去做咩？大漢咧是去？唔是讀冊啊！我嘅爸母伊人是英國人。英國人啊！我是對我佇紐西蘭出世啊！出世特別有攞嘅 passport 啊！哦，所以我就對佢啊！看我嘅阿公阿媽去嗰邊做工啊！那是我阿伯讀大學嘅時候，我本身唔知去大學。你常常有對英國嘅啦，你度哦，最近無去啊！特別細漢嘅時候啦，最近去細漢嘅時細漢嘅時去一島啊，然後。了係你頭一擺嘅 Gulf War，係你小拍是幾年啊？即是90年。90幾年嚇。90幾年，了閣有去一擺大做工，大學邊做。嚇。你講你去咧即英國嘅咧 Chinatown 時看到鄧人字啊，你有興趣？
是唐人食，对对对，是唐人食的是啊。哦，当然所以有是这样。迄个哦，吃，对唐人先食，是叫啥物？迄个 lion dance 是啊，布朗塞，啊，布朗西啊，看到啊，布朗西啊，啥物哦，哈？还是你几岁啊？你还是几岁啊？十几岁啊？我十八岁啊。哦，了 OK，了你看到唐人街，了有慢慢开始有兴趣。对对。了我对去啊，我本有去别个国啊，像啊 Poland 啊，Poland 嗰啊，邊本有唐人啊，所以哦，我就想講，我就想，若是我會曉講唐人話，我去倒落本會使甲跟人溝通，無對對對對對，嗯，無相國嘅人講話講嘛，話對，所以我對來紐西蘭我就。大學經係你華語啊，開始讀華語，華語是 Mandarin 啊，Mandarin 啊，啊。嗰邊無法度學福建話啦，我唔知你，我唔知當今緊啊！我可能是講你當今讀我教福建話教他哋啊，即係少啦，我就少看他有攤去到有攤學福建話本啊。我當今我有學生啊，我有一個學生啊，伊伊本是讀華語啊，特別伊捌帶個妹妹啊，伊講伊甲我講伊愛學福建話，所以我就開始教伊啊。哦，你當今，你當今到底即個新西蘭還是澳洲啊？澳洲讀冊對，澳洲讀冊是到即個華語。了，你讀的是你按照學咧，去教是頭我按照福建話，還是按照華語。就是去嗰邊參班啊，參班啊，你學生嗰啲是唔是學生嗰啲唔是唐人嚟啦？唔是唐人，有啊，有的是唐人啊，有的本馬來西亞唐人本有啊，哦，較濟是韓國嘅，哦，韓國人，啊，哦，Korean 啊 Korean 真正濟，哇，那佢哋是啊，我住嘅位啊，有真濟馬來西亞唐人啊，所以我住甲馬來西亞唐人啲相近房間啊，呀，哦，OK，讓相roommate 啦，相幫， roommate 啊，特別伊嘅朋友是roommate，伊嘅朋友是檳城來啊，那佢哋都是頭一擺話聽到福建話咧。哦，你聽到福建話，你頭一擺聽到福建話是感覺係安怎咧？你知我頭一擺聽到是蝦米啦？普吉一擺很強，強感，超一擺啦，超級吧！哦，樣是唔是條條假如？還是你聽到伊人家己講？伊教我特別你知啊？啲嗰邊啊，嗰陣時有一個 fast food restaurant 像個 McDonald's 啊，伊是賣派嘅，特別伊嘅派甲美國嘅派無相啊，伊內邊有肉啊，伊是savory pie meat pie 那這個是蝦米事？我知喺你超級擺喺你啦，就是因為喺你 restaurant 嘅名是 Georgie Pie 啊，所以福建人啊來到嗰邊咯，一看到 Georgie Pie 我就 Georgie Pie 啊。超級掰，什麼叫超級掰 K？了我去台灣啊，大一年啊，我甲我台灣嘅朋友講啊，伊無相信我啦。了，伊嘅朋友去紐西蘭讀冊啊，伊有寫批啊，因為寫批互伊啊，伊本身寫詳嘅，甲伊講超級掰。哦，所以你是頭一擺聽到福建話是就是要講福建話人講咗一擺叫頭一擺啦。
你嗰陣時我啊，嗰陣時我唔知有福建話啦，我唔捌聽過。唔捌聽過有福建話啦。แล้ว我ไม่รู้ฮัสรู้聽รู้頭一擺聽到福建話時รู้ฮัส學Mandarin 學華語這一位รู้明白這一位ฮัส我冇明อันนี้เจียฮันนี่สิฮัส冇明白但係รู้ฮัส是讀掉 Mandarin 一半แล้ว聽到福建話啦是唔是อันนี้คนน่ะ我會記伊朗內佢哋邊兩個朋友啊，依家把啲邊兩個朋友講話是我下面本未曉聽啦。咁你有聽超級班人啦？對。伊朗有解釋，我都聽超級班係咩意思喎？伊有解釋啊！我未知佢認真咁解釋。係，伊波嘅朋友，伊本教我係啲是係咪屌你老嘛？屌你老嘛臭閪啊！個有人教我安怎用長人字寫出來啊！你講好先啫。你是哪來哪有參到較濟人啊？你有變做你做甲對福建話課哪來哪有興趣嘅啦？是唔是？那就是話去台灣福建話是講留學啊、留學啊，是係咪留學啊？去讀冊。你啊去讀冊啊，去讀冊啲你啊。我去大啲唔是大啲台北啊，是大台中啊。台中。就是那啲台北較濟人是講華語的，特別啲台中較濟人講台語。是台語講台灣話。所以我大嘅位啊，我去學堂嘅時啊，是先生是講華語啊，把咧朋友係咪嘅啦？就講同學本是講華語啊，特別啲外口啊，無人講華語，較濟人是講。那是你出去食飯啊，買物件咧，較人較濟人是講福建話，講唔是講這台語。教我講嘅是講華語啊，特別甲別個人啊，甲伊人家己人啊，甲了是講福建話，我未曉聽，所以我愛聽伊人哋講下物啊。特別嗰陣時，我唔知是你嘅媽是客人哈，我爸是客人，我爸。你看台灣講嘅是客人嘅嘛？有啊。是咯。แล้ว頭一個是唔是福建話是客話啦，台灣啊。你曉講客話本啊？我唔會講啊。我都唔曉講。台灣啊。我曉聽唔曉講。所以台灣嘅客話我捌每個係啲馬來西亞嘅唐人啊，客人啊，我講嘅客話伊人未曉聽啦，台灣嘅客話真係特別啊，無像，無咩像啊。嗰啲伊人講湯唔識，不要聽。是咯，特別我會曉聽咧，唔知咩事阿格參起來阿格會曉聽啦。我只係台灣只係客人嗬。我怪只係朋友本是台灣嘅人，是客人。大。對，佢但是位啊。對。啲台北嘅我台北。較濟客人。แล้ว你去台灣讀冊讀幾年？你到台灣對台灣越大幾年？我去我捌去過三擺啊，就是頭一擺是一年啊。第二擺是6個月啊。第三擺3個月。我去。真濟擺啊！แล้ว你去迄邊，你是幾時開始想到哇？我要學福建話咧，是唔是去台灣過了大隻？是有聽到人外口人講即個台灣話，
了會有興趣我呢？我伫台灣誒就買這一邊冊啊，唔是我講唔對啊，我伫後邊啊，我買一本冊啊，就是安怎學台語啊，學台灣話啦。啊，你講台咩？台語啊？伊人甲了是講台語台語，啊是台語本有語嚇啊台語。你買冊來讀，買冊來讀。你冊安怎寫？伊冊是唔是？伊冊就用阿摩字寫出來嘅，寫出。像個我哋你個房價寫過啊。嘿，嚇！你我咪講，等放一集出來是啦。啊，唔知你會使甲人寫加減關係啊？你有興趣寫加減嗰個啊關係福建話誒安怎寫法啊？還是安怎？到底邊個福建呢？我無聽到你話啥。哦，我講啦，你若是到時咱放這出戲，我唔知幾時放啦嚇。咱放這出戲是吼，希望咱到底邊個福建的是個一特別的segment 好嚟寫嚇。我真係暑假安尼款寫，因為我家己寫安尼濟啊，特別當今。真少人看啦。你減寫起啦，或者出冊嘅時，那個個攤寫較深啦。特別當今漸先就是講你下咧，甲我人各位邊咧福建嘅聽眾分享。好。你嚇，到時攏聽到各位聽眾攏聽到這個節目嘅時呢，攏就使去邊咧福建.com 嘅網頁為看一新嘅segment，我介紹互人，互就是介了是互阿毛甲人寫講甲人安怎用阿毛字來寫，迄啲叫咩啊？白話字啊？白話字啊？這唔是叫白話字，你無明白。是講佢哋白話古早是嘅意思，唔是個是唔是阿毛啊？白話鄧人？唔是。我想阿毛叫白話，白人嘅話，唔是啊，解釋下，這唔是叫白話字。像個佢哋白話就是白話啦。白話誒古早是嘅意思是。唔是文言啦，就是唔是 classical Chinese，意思。哦，就是講普通話，就咱平時講話啦。是阿毛叫咩？人嘅講嘅話，較濟就是。即係老叫啊？唔是讀冊人講嘅話，是普通人講。哦，唔是讀冊人講話，普通人講話。OK，哦，所以叫白話字。你知唔知？你白話字是對得落位最寫出來，到底得落位，得是會發明出來呢？伊是佢哋漢教嘅。哦。missionaries。你去漢教去傳教嘅人。伊是我會記是，我袂記是伊嘅名啦，特別有，伊是差唔多150年前啦。用這個寫出。白日你好，我講你，咱到底邊咧福建網頁，你嘅 segment 嘅時候，你寫我一個 section，我會寫另一個 extra page 啦，來寫上啊，邊咧福建.com/阿毛啊，是咪啦？凊彩啦。extra 一個 segment 啊，時候你寫關係安怎讀。安怎白話字安怎寫？特別你如果若是講你有興趣嚟講，你平常時成日會寫講白話字得到會來，你寫平時我平常時你 page post 位嚇，所以 between episode 嘅時你使寫出來你自己。你我叫我睇你嘅講，你有睇白話字，你睇啲白話字你是睇啲用台語嚟講，台語。你過了嘅是，安怎會去曉得要來讀邊個福建呢？邊個福建啊？這個是這個是關係到我第八道啊，去台灣嘅
那我就是因为哈利是我已经学了安尼安怎讲呢？我若是卖讲华语啊，我会使伫台湾伫外口行路啊，甲人讲台湾话尔哈。那我有即我就做这个 experiment 啊，就是我爱知，若是我无讲华语啊，是一嘴会使甲我讲，一嘴会晓甲我讲话啦，一嘴袂晓啦。那我就去坐火车啦，我就发现安尼有真啊侪少年人啊。当然真正暑假甲阿嬷讲话啦，因为特别是伫南部啊，无看到安尼济阿嬷。所以一开始甲我讲啊，我就用台湾话音啊。特别我看较济20岁的少年家啊，袂晓讲啊，袂晓用台湾话。英话伊拉聊天啦，特别袂晓甲你讲到对用华语来引入。对，那我就做戏啊，我就骗伊人啊，我袂晓讲台，伊人就被吹另外一个人啊来帮我做翻译啊，给你翻译。所以你甲人讲，你家讲你袂晓讲华语。对，对。了，那下暝也是本是安尼看，因为这个是差不多早过年啊，是早4年啊，上一年我本去下暝啊，本谈去下暝，本是安尼看呐，我伫下暝啊，我用我两日啊，我用下暝就是福建话尔。敢若用，有真侪人本福建较无好诶，因为有伫下暝本有几若人啊，伊袂晓听我伫讲啥物，伊人毋是用华语讲，我袂晓听福建话，伊讲，伊伫讲啥物，安尼款啊，因为有真侪伫外。较大下暝啊，是大下暝一款的人啊，伊毋捌听过下暝的话，有真啊这人是安尼款啊，我就想，那是安怎啦？那我就过了30年啊，讲福建话的人就敢若有话我一个人尔啦。你是感觉下暝的人有你能听，本袂晓听即个福建话，你加讲死咯，到时个剩你一人晓讲福建话啦，剩一个阿嬷也讲福建话，甲咱人别哩等人本袂晓讲个是。对，所以我去找伫 internet 啊去找福建 podcast 福建下面，我就找到你等，然后一看，我就想讲，那讲平安福建就是平安福建的嘉宾啊，伊人甲我咧，我的会社是差唔多像诶，我甲了是讲福建话，本是真正暑假讲福建话，甲台湾人甲下暝的人无像诶，所以我想讲平安福建较有力啊，较有较活动啊，较活动，所以我就请迄个时啊，我就較有興趣啦，對平安福建。對，假話福建話個
哦，Gary，哦，可是都變咗較 focus 啦，較專。我就記，對，哦，哇，你咪是哦，原來，哇，我咪是做這邊咧福建嘅朋友，咪是真正歷史嘛，佢較大咯，當今。哇，未歹啊，未歹。恭喜大家俾你學見聽講，你人 inspire 即係阿毛嚟讀即係後邊咧學見啊，你人活動啊，30幾歲嘅少年家，人30幾歲嗰時少年個啊，少年家嗰時間講個學見話，個特禮拜嚟做節目啊，做個阿毛咁當俾嚟學啦學見話。我真係暑假啊，因為大禮拜嘅話題，大禮拜話題個無相。本是講真正濟啊，真正濟無相嘅啦，係啦嗬，我你知我其實開始做節目時本無想就講，邊啲學見嘅網頁會去教人講福建話，我無去想到講有安尼會辣啦。แล้วก็我家己本身無講真正教，我你聽就是聽邊啲福建嘅節目，好早嘅節目，我講真係參加一阿毛話嘅。แล้ว當今呢拿來拿久咧，當今我哋自己冇未曉，有啲特別是成個平時邊啲嘅嘅路邊人講話咧，那參係咪叫羅家啊？可能話冇話啊嘛，話冇話嚇。แล้ว我是心裏面是想是為咗。每次成日都想呢，我是感覺我嚟到美國咧，冇咩機會講福建話。然後我對起特別對起邊啲隻行咧，對起隨我厝嘅人，我都感覺到伊人拿來拿少人到外邊就愛冇咩愛講福建話，跟佢講華語，啊冇是講廣府話，啊冇是講阿毛話，แล้ว冇咩人愛講福建話。แล้วก็這人，我前先做節目時，我做幾日出 testing pilot 嘅 episode test 看人有人暑假聽。我做時我記學者字，我啲朋友人佢講：哎呦咪啦，梗係吉利呢，聽到福建話成個隻吉利呢。我講做咩事吉利？你特知當然唔是教我講條福建話咩？等陣都聽到錄音咪是你感覺到吉利？講唔知啊，平時講話是個白哦，特別聽到你成個 radio 呢講福建話時，我梗係吉利。我講你笑嘅，你拍特節唔是教你巴你嘛講福建話，準備做背記啲。因為我講就是感覺到講人對即係福建話嘅態度冇咩像。平常時用嘅時候，用家己特節用嚟講下，你感覺到冇咩特別啦。一對我嚟外國讀冊。แล้วก็做工咧這年，แล้ว我冇咩機會聽講嘅時候，變咗感覺就係特別咯。แล้ว咪是開始做隻節目咯，人哋我教一隻朋友KE 嚟美國做工咧，時我第電話有拍殼。拍殼講到啊，我依舊話講依頭嘅故事，講好笑啊咩事？想講哎呀，你好笑啊，唔好計錄音起來咯。有陣時咧開始我冇去想到講我冇有即個本事嚟教人嘛，人哋我家己講嘅到當時19講時，家己都冇咩學講。แล้ว特別學個在當今個路係有興趣咧，嚟讀到，因為我感覺到成啊，而且成個路家己講嘅時候，你冇去想緊咧潛咗咋？你那是讀啊，你外邊人嚟讀這個話時，成個福建話，邊啲福建話時，你嚟讀到時，你會慢慢研究，講蝦米話時，其實講安怎，你那是家己平時即係做人，家己講嘅福建話，你都冇去想嚟潛啊條。我講你那是家己，你外邊聽到話。你那是家己做人，細漢到大漢會曉講福建話，你講起來時，你都冇去想安尼濟。你那是到外邊嘅人嚟學時，你對慢慢研究較深淡薄，對唔對？嗱，我跟你講啊，就我應該是頭一年話，我未曉聽安尼濟啦。哦，有人講嘅，我就是三四擺聽啦。哦，啲龜棒，嗰隻棒呢？對，那個有一個問題啦，你講羅澤啊，所以我無迄個時啊，無迄個平安福建 dictionary 下面啦，所以我有個時我特別去
你記得梅人真正啊？無相嘅冊啊。哦，像梅人啊，好似有迄個偏能迄個 Hokkien Forum，那是找袂到啊，我就去 Hokkien Forum 梅人啊，佫有人真正豆卡酒啊，豆卡酒啊，即我會記頭一擺我梅本是用你嘅偏能 Hokkien Forum 啊，我寫蝦米安怎講蝦米。日本老醫有寫真正濟好，好啊，三四年啊。我唔知啊，我唔知講你聽到安尼故意整到安尼活動啊。就是因為我無加講出來，因為我驚講我嘅福建話無夠好啊，我真係歹勢啦。哦。哎呦，蠻歹勢咯，睇下嗬，睇下厲害啊，睇下。睇下都厲害啊！我安怎講呢？特別你進步真濟啊！你知你家己進步真濟啊！我本是因為我愈教一個安怎講呢？一個章啊，是嘛？一個 level 啦。伊會較學較濟，會較簡單淡薄啊。你直學，伊會直哪來哪贏？對，哪來哪贏啊？對。你當佢開，哇！我唔知會呢。我想到講，若是我是你來講，我要學福建話，個無人正式officially 吼，無正式人教。然後你家己去找，你咪是對邊有真正有心，你家會去慢慢學，甲安尼做，到底哪條？安怎講？你個講一道啊？我講你若是講你個無趁正式，到底學當要學，然後你個啲外口特別家己出來，家己去找媒人啊、forum 啊，還是到落去媒，你咪是特別真正有心，你家會去做到安尼做。家己起來學即個福建話咯。OK，即我講啊，可能等陣我罵人就成，等陣罵人。我俾罵即唔是罵啦，假事咯。但是講你是邊啲福建嘅嘛？但是你嘅朋友，你看到你朋友啊，還是你嘅小妹啊、小弟啊，是你uncle auntie啊，特講下咩福建話？哎呀，咪講福建話咩嚇？幫這邊啲福建嘅節節好像聽，看樣小小，家己無面咯，家己嘅話比較學，你看人有心啊，特別家己頭學起，空頭學起，本你家己去找位學，你家己到底邊呢？尤其是到底邊呢？平常時個咪講福建話，哎呀咪啦，福建話是你個無 class 嘅人，錯咯嘅人講嘅，錯咯。本有迄個咱福建話裡面有即個字啊，台灣人講嘅是爽啊。哦，爽啊！別人福建是講爽啊，是爽，我也是無安尼款講。咩意思呢？意思係咩？爽就是錯咯啦，像個華語人都講。所以我問媽朋友會驚啦，伊是含義數，伊會曉講台灣話啦，伊是按做朋友講啦，伊朋友本會曉，伊講因為講講台語很爽，那爽就是台灣話嘅字啊，伊嘅意思是像個帶啲甘榜嘅老人，對，我明白，我明白，叫拖啦，我人叫，拖就是拖嘅。那安尼款呢，我就笑。那後尾那是隔了人是安尼款笑啦。那後尾台灣話有蝦米種來啊？是啊，你唔知你到來咯。你拖嘛，拖就是你到底拖為啥？那嗰有一個問題就是佢個態度啦，是因為當今
咩講福建人，伊就講福建話就是罵人啊，係咪啊？安尼款錯咯。特別伊人伊袂記啊，福建話本有覺得是有真正優秀嘅，伊有真正優秀嘅講法啊。嗰陣時差唔多80年前啊。馬來西亞唐人學堂本是用福建話來教學生啊。所以就是伊人停了啊，福建話嘅優秀嘅較安怎講較深嘅話啦。慢慢無去了。所以你有去當今有去研究咧較優秀誒福建話，定到當今人無咩人用咧誒字啊啥物哦，你有去研究呢？找啊，因為有真啊濟嗰陣時嘅字典啊，就是會使找到真啊濟較難翻嘅福建。你當今有通有通找迄個較古早嘅字典迄個福建嘅字典啊？有啊，你啲 online 本有啊，即係咧我本只袂上路啊，特別行路啊，教啊。行好路啊，特別伊個 file 小大啦，所以我唔要緊我教你maybe 你使幫到，等我想辦法啊你嚇，我想辦法啊你教啊，你使 upload 去我 server 上面。對，OK，拍啲。我感覺我到啲迄個到啲 chat room 裏面，本來福建嘅 chat room 裏面有人講，係日本佬以來啊，有人講唔是干啊。福建話咧，即係人新加坡人本無愛講唐人即個華語啊，本是感覺到無夠 class，咪講這就是這個本是跟甲佢哋政府甲有關係啦，就是個台灣嘅佢哋是40年，差唔多40年經伊個政府直講台灣話是 lower class 啊。新加坡本是安尼款，你聽下啲唔是李寬裕，係下啲郭澤東，伊本是伊是福建人，伊本是講福建話小簡單啊，你袂講出來，你冇 express 較深嘅，對。best 路嘅較深較講啊ironic how ironic yes indeed 特別我是這咧淺嘅福建話，覺得那是古來那古無用嘅時，咪是變做上個要死去嘅可能。對，特別伊福建話唔是本只無安尼款安尼款深嘅話，伊就是因為政府講伊無深嘅話，伊慢慢就無。慢慢哪來哪無去咯？無去咯嚇。對。你當今下你用掉，我會記我頂到中學時讀冊到啲中學時，我一先生啦，伊有寄來，伊本是安尼款，伊專門有去寫，伊不看我看伊本是有興趣即個邊個福建，唔是邊個福建啦，是講即個定一個福建話嘅歷史啦。伊有一本嘅字典，伊寄來講安怎寫是個萬山安怎寫啊，萬山咱去萬山買菜啊，萬山安怎寫，伊有寄一本嘅字典來我會記，所以我是感覺到特別呢，我袂曉，我是真特別學，就是講安怎個會互我來推一個辦法，一個 standard 嘅寫法。來寫出來變咧福建，你只一人本是，我是平常時是家己亂寫，你頂多是家己亂寫，表見啊當然那做那技巧，我感覺到，若是講本是做一樣嘅寫啦，我把無去學起來，安怎用一個較 standard 嘅辦法來寫變咧福建咯。這個是真正坎坷嘅，因為喺台灣啊，本
suka用的字，唐人字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有真正侪福建话，伊本只甲伊毋是唐人话来的，就是古早是照来用哈，照用。就是安怎讲呢？有华纳话本有，但是我讲的是福建省福建长沙古早是差不多2000年前早2000。伫当今的福建省的位，无唐人住的，有别个款的人那伊人的名叫做越是越南的越哦哈。越人特别无人知伊人是讲啥物话所以像个福建话里面肉这个字肉 meat 白哈。伊是用肉，迄个唐人字写的，特别伊本只伊无关系甲肉迄个字伊是另外的话。哦。另外款的话入来。你是讲唐人字，你特别袂了，若是讲我袂写你安怎去找啊？安怎去找讲其實我白鷺，你講我白鷺嘅時是字，若是講要用唐人字來寫出來，伊是唐人字，迄個肉嘅字是白鷺嘅白嘅字啊。我用的是白肉它的白，因为伊本只无字嘅哦。但係我是講我，若是講我俾學嚟講，迄個唐人字學到迄個更加好咯。特別我唐人字都我讀唐人嘅時華語都冇咪好咧啊，所以即字我表示啊。你若是講我加一言嚟講，福建嘅字啊，那寫吼，還是上個讀較別。然後特別我是講，若是講你那是寫，那些人怎麼都講用阿毛字嚟寫福建話，迄個叫做白話字。那是講要用嗰啲唐人字嚟寫，是講咩字嘅？哦，我有時我像阿龍本是真正喜歡研究這個問題啊，就是講你佇古早時嘅字典內面啊。本會找到幾那較少，應該講較少用嘅，較少用嘅字啊，少用像人嘅字啊，福建人嘅人。哦，伊唔是，伊應該唔是用人啊，迄個字寫嘅。哦，迄個人嘅字，伊無讀人，伊讀人。人對。人對。對，人是另外一個字。那迄個康熙啊，伊講康熙字典啊，康熙字典，伊是清朝的迄個是。伊內面伊有迄個人的字啊。安怎寫呢？農即個人啊，即個農啊，迄個農夫啊。農夫嘅農啊。農夫嘅農啊！哦，你先你講只哦，農夫嘅農是福建用福建話嚟寫是讀人啦。即係你講農夫咪是講人夫。去找呢個就在康熙字典裡內面啊，伊有寫福建人是安尼款講啦，用人啊，安尼款講人。真正有哦，现在咱钓人平常咱讲個人哈，個人哈，個人，是咱是睇人啊，人民人民人是講佢國家嘅人叫人民，人民到哦，人是農啦。但是講到是你特別會曉哈你嗰是另外一樣咧，我感覺到頭我那本身是哈你是較淺，我感覺，若是講學到較好咯。特別咱是開始，若是第一招阮用阿毛字來寫來講，你若是講有一個 standard 嘅辦法，你會。
人就會看到伊按摩字，你對曉再講你我讀聲就係你按摩㗎，啊？你講啊？我講的是你有一個按摩字嚇，啥白話字，你會就看到。咁了人若是捌會曉迄個辦法的寫法的人，曉對會曉讀伊聲出來啊。有當時咱當今寫你無寫伊個音，無寫伊，有當時你看起來寫，有人你講出門啊，才寫出，或者寫是出加春啊，啦講春加準，或者寫你嚇，你差唔多像，差唔多意思，差唔多愛像，你講白甲咩，然之講咧有咧鼻腔音嘅聲了，未曉聲嘛？但是你有成個你有研究過啊？嗬，你感覺就講蝦米辦法誒用來？我看你用來寫呢款嘅 standard 有無相款嚇？有人用無相款嘅辦法來寫？我冇聽到你嚟寫。你講有這隻辦法來寫啊？無相人。有這隻啦，有啊。差唔多有兩派嘅嚇，唔使講冇兩派嚇。一派是上個拼音啊，上個動刷嘅佢哋拼音啊。嗰有一款是上個白話字啊。就是講像Luc Dehazel的佢哋 Penang Hokkien Pocket Dictionary 裏面，依個白話字是差唔多像嘅。特別伊本有變改變啊，加淡薄啊，啲台灣嘅較濟人用嘅是上個易用嘅。哦，你是台灣較濟人上個易用嘅？冇會啊，冇安尼會啊，差無安尼會啊。哦，你是講你學一種，你曉讀另外一種無？差唔多啊，差唔多，就是你做咩事經這個白話字呢？我經白話字是因為較濟人用嘅，嗰有較普通啦，後面攞牌編起來，攞牌編起來白話字是較普通啦，較濟人用。我唔知，你講你嘅厝嘅人是姓黃教啊？嚇。對。那你唔捌看嘅福建話嘅聖經無？唔捌看？唔捌喎。伊有啊，伊假了是用佢哋白話字寫出來嘅，伊是。我想是越南，我想你。對。可能我捌看過，伊字是上個咧越南嘅。伊上個越南。伊真正上個越南嘅，特別有福建話嘅我家己我喺 New Zealand 吹到啊。誒，特別我會記我媽呢，我媽是客人啦，我爸嘅媽，伊呢度伊特別成日讀，我人平時讀念經嘅時，伊經本嘅冊，我人是讀當人字嘅華語，讀伊寫出來讀華語，我叫我當讀學華語，伊嘅就是讀客話出來喎。對，會使。嗰陣時隔了人是安尼款啦，伊看到安怎講啊？講用福建話it's complicated。會使，你會使用福建話來讀。你會使，安怎講？真正艱苦是用長人字，我知了。真正艱苦嘅是用長人字來寫假了嘅福建話。特別相反是講，你會使用福建話讀假了嘅長人字。假了嘅長人字，逐個長人字，伊有伊福建話嘅讀寫。但係是講人，你想起來是唔是講福建話嘅歷史較長，了長人字，咱當今仔日用嘅長人字是福建話內面是捌用過了嘅，特別有啲福建話嘅字
個唔是到底當人字入面有嘅，還是頂到是用嗰啲清氣啊、洗氣，還是冇用咧？是你應該相反啦。哦，所以伊有安怎講啊？你有歷史啊，你若是讀福建話用福建話讀當人字出來啊。一個字有兩個音嘛哈，像個我梅魯本地，它的梅個有，它的本個有啊哈，兩款的，梅個本是相個字，伊是相字啊，伊是OK， 相字字無相本相字啊，它的梅。伊個歷史較長，伊是像個清年前啊，以前人講嘅，對，1900年前啊，佢哋文啊，伊是清年前嘅，安尼款啊，特別。你若是讀一個，伊人或者是讀唐詩啊，後面假了是用佢哋清年前嘅較新嘅，讀伊叫做讀冊音嘛，讀出來。哦，讀冊音是較 literal 嘅時候。對 literary， 對。你若是講人當人話，你即頂到我人讀冊是讀當人，我哋未打閒嘅啦。就是會讀嗰文言文呐。對，就是文言文。文言文真係，咪是咧？真係係福建話，可能到啲文言文入面字冇用咧，字到啲佢吞吹出來福建話字有可能哦。字冇你講是唔是？你講有啲文言文嚟有啲字啦，成個就講是只少到啲，成日見一啲華語入面看到咧字。有可能是頂到到啲福建若是要吹你吹冇字，有可能就去吹你頂到較古早字就有啦。有啊。特別我無相信講是假了嘅字，特別有真濟安尼款啦。哇！真正好，真正有興趣，真正特別啦！各位聽眾，你就是講是當人個別學講福建話咧，你特別欠條把啦。因為對邊咧是人嘅使去咁大嘅bài對我把人想把一邊啪。了，我是希望咧，有一日啦，若是我對邊個嘅事咧，就趁和阿嬷嚟趁拄阿嬷，嚇。你捌去嘅邊個？我真係奇怪啊！我聽邊個福建嘅節目安尼濟年啊，我在 Gurney Drive 啊啲Penang Butterfly Farm 啊，下面下面紅石啊，下面我感覺是已經有淡薄識㗎就Penang啊，特別我唔捌去過啦。那有可能咪咕你捌食過哦？咪咕啊！唔捌，反正若是講你有我看我若是明年要對去時候，看咧，咱會使看講看，若是上時人對呢。我帶你去邊樣嘅，去無相有當你食咁嘅，去無相有去食咪菇啊，去看那個去愛淡啊，後你去介紹，後你去看者，爽哦！你是講去到邊樣時，你就是感覺就講哦，這個位就是咱特別邊樣好嘅，就講。我北京點下啊，等到等到你對去啊，我若是我就是在講我應該是明年要趁對門啊2011年，若是我在講其實有時我甲報告，希望可能是對其實能夠差唔多相似對。OK，若是講咧，攏有興趣聽即個阿嬷講福建話呢，攏特別巴刀，若是有機會來講，特別較尾去網頁誒。我是請即個無類嘢啦嚇，請我是請是個男成個請來啉茶爾。畢竟我就對佢個收入。
你明白啊？你明白我講或者等於收入意思係咩？收嘛是係咪我唔知。OK，收是成個你講成個幫路嘅 caress 呢？啊，迄個是數，我唔捌聽，我捌聽過迄個字啊，特別我吹袂着。我會記錄捌講過，我吹啊，迄個數。數就是成個幫路呢，數路咯是。我特別是講嚟講，我冇或者對別人講數路。Anyway，但是我去，我就是對別人嘅事，冇我是請一個阿嬷嚟甲人寫關係安怎。伊嘅辦法，我是要對伊 ，because 伊有興趣，因為唔是 because，因為伊有興趣咧，伊個真係有心嘛。然後伊個對別人學見啊，常常有成個個別人學見會聽眾有溝通啊。然後我是講，就是請伊來到啲別人學見幫友，就寫淡薄article 文章咁講。我真係歡喜做安尼。叫伊到啲人嘅幫友會寫淡薄。但無，啊，你講，寫關係伊安怎用白話字嚟學，教人安怎寫 standardize at least 淡薄 standard 講安怎寫譬如伊嘛，即係咧，有啲人寫，咱若是講咱要 reference 要吹嘅時候，會使去邊啲學見嚟為吹嚟寫，啲 segment 叫下面咧，我唔知你個啦，我睇到把啲先有掉，但是寫出來咧，是我教時個教路人報告，然後個有另外一種就是，若是伊要寫關係，邊啲學見就是學見話，係咪 in general， 伊本嚟使到啲人嘅邊啲學見網頁會頭頁裏面寫article啊，無久寫一道路用嘅時寫一道看咯。啊，真係感謝你，無好你特別我跟他收你呢。我買你啊，我真係歡喜。哦，你看真係好，一個家人是我嘅 hobby 啊。hobby 就成個我 hobby 呢，都無貪你 hobby，跟啊有出無接嘅。然後，咱若是講有興趣嚟講咧，就是過去邊啲學見到，咁咪幫友去讀者啦嚇。你真正感謝你阿嬷，即係禮拜嚟參加人做我人嘅特別嘅嘉賓，教我人講你嘅按幾時開始學福建話，做咩事你揾你有心學福建話咯嗬？感謝。我感謝你阿 John 啊，加了嘅邊啲福建嘅嘉賓啊，就是互我機會互我安怎？互我有興趣啲學較濟，白較濟。好，安尼人就對，人若是想到把隻買來邊啲學見做特別嘉賓條，你唔是干啊？聽講學見話講笑了，佢聽來學阿嬷。還是要有興趣學，我看你唔是你一人本來當然只係慢慢人有成個要學阿嬷話嘅人啊，不學阿嬷話，不學福建話嘅人慢慢會來聽邊個福建嘅節目嘅。我是感覺到啦，福建話你用寫嚟講，你會寫到一個地步呢，你有咧福建話對話嚟講啦，對我家己嚟講是一種spoken language 啊。唔是寫嘅本啊，而是一寫嘅咧，就是上古嘅歷史，你慢慢就要去 trace 到對嚟。即係就是講用講嘅話，若是你無錄音起來，你咪是英文本是聽袂到，你到底抓嘅時，你寫起來是你袂講去聽到伊聲，所以特別是用錄音是最好嘅辦法嚟寫起來的。感謝你阿嬷，感謝。那你那即係網友裡面就人講，阿嬷名是咪做 Michael 是 B 哥，B 哥啊，B 哥啊，B 哥對。就即係講阿邊啊，我繼續講阿邊啊。阿邊啊，阿邊下對阿邊。แล้วลุนังน่ะสิ有興趣啦，咁咪去邊啲學見到，咁咪幫人看即係阿嬷寫係咪啦嚇？แล้ว好啦，感謝阿嬷，讓你น่ะ是八節啦嗬，咱講無聊個咯，咁介紹咱個只係咪嘅無講過個咯，但是有興趣嚟講，八節咱個就係落過嚟看你節目咯嗬，我講咗差唔多1點鐘啊，冇咪嘅個講無聊個，八節有可能請你個即係阿龍啊，咱起來講安怎讀拍咧，安怎福建話音啊，安怎讀字啊，咪咪是，咁咱起來研究嗬。
好好好，好啦，感謝感謝，咱下個禮拜過來再見啦，各位聽眾，哎，拜拜，拜拜。